音乐声已经停，灯光暗，心也冷，谁人会当安慰阮不幸？眼睛分袂清，身边拢是烧酒味，风尘作伴，爱情等滋味。过去的人，思念念。人讲时代进步，就要创新，就要改变。近来伫台语歌坛，原来有真侪新歌发挥出来，互你听甲会感动。对男性到女性，对蔡小虎到张秀卿，对讲究气氛的情歌，到讲究速度的舞曲。结果咱发觉讲，有真侪拢是作词作曲家朱立芬老师的作品。啊，不过朱老师本人真保守，真罕得伫镜头前来露面。我先来邀请伊的学生彭俊祥，讲起几句对老师的心声。一开始想说啊，这老师好像有一点威严在，啊，但是跟老师接触久之后，直接跟他是老大哥、好朋友，就亲切，对啊，跟你都没有距离啊。结果有一届去老师引导去找老师啊，伊讲啊，行，咱来钓鱼啊，哦，真钓鱼啊，看老师很有耐心的，遐钓鱼啊，钓一下波哦，行，咱来食物件，我想本来就有威严的老师啊，那家随和的，哎呀，然后也间接的得知，原来老师用这种方式在获取他的灵感，然后写出更多好听的歌曲给观众朋友听。我印象最深的有几句歌词啊，哩呀呀，我一开始在唱上哩呀呀，哩呀呀，都无标准，你知道？老师他就亲自示范给我听，原来是安尼唱，然后还有一些心爱闭口音呢，然后还是开口音呢，这些细节他会特别跟我去强调。然后在录音室里面他不会去改变我的唱歌习惯，他帮我把台语的咬字把它修正之后嘞，然后让我自由去发挥，然后取出来歌变主人，也变成我自己的风格。所以我发现老师他是真的在培养好的歌手。朱老师虽然创作歌曲是需要烧酒但是你酒莫啉伤多啊，你大概啉落模仿刘文正是足行的啦，但是若啉烧酒醉还甲你讲足久的所以咧，咱以后酒淡薄仔啉就好啊，爱注意健康哦。老窗，孤单泪红，也来向花香，不愿指望，等伊一个人，惊心落多人，也不愿来成全，阵阵思恋。花也无百日红，爱情不永远。我不甘辜负花的情芳，竟然无法依怨叹。花若落土痴情空。有时风予人，有时
惜你的远拍。南风茫茫，月光行人窗，孤单泪红，也来向花香，不愿遗忘，等伊一个人，记深路一人。愿愿来成全，阵阵的思恋。夜来香，美丽夜来香，花也无百日红，爱情无永远。辜负过的情红，情缘无快翻腾，花若落土痴情空。有时风予人，有时过暗淡，我爱你也来响，来听惜你的远拍。伫台语歌坛，近来这10几年，市场内底作品，徛伫传统的基础来创新，行来行去，变来变去，看来看去，定定拢看到朱立芬老师的大名。实在伊本人真保守，真罕得露面，所以今日过程足欢喜，要来甲朱立芬老师当面来开讲。老师欢迎。谢谢，非常高兴哈，足欢喜来参加这个节目。老师啊，夜来香这个歌，你可能系足侪心情咧写的。是。国语歌有一个夜来香嘛，吼，当初时就是邓丽君小姐唱的，这条已经是家喻户晓，红遍大江南北。我想讲，咱如果来写一条台语的夜来香，应该嘛袂歹啦，吼。然后他国语歌是那南风吹来清凉，哇，这南风太好，南风哦太好，想好啊，我就开始对这个南风开始写。我讲啊，南方要安怎写较好呢？啊，台语歌吼，台语有两个字是非常赞，就是茫茫。茫茫，这就是意思嘛。讲好的时阵欢喜嘛会茫茫，心情歹是悲伤的时阵嘛会茫茫。我就是讲，南方茫茫，风出来茫茫的感觉是非常好的。编曲的时阵，它非常有那个南洋的味道。变一个润白的物件，哦，听起来，我觉得我个人是讲，这条台语歌应该是超过国语歌的夜来香，哦，然后加上唱的人也对，哦，揣摩得非常好，所以我的学生啊，吼，常常拢摕这条歌去比赛，啊，当然没有永斌唱得好了，但是分数都很高，因为他那个意境一下去的时候，就感觉非常舒服。哦，会贴近人的那种感觉，尤其在秋天或者下雨的晚上、刮风的晚上来唱这首歌哈，不管快乐悲伤哦，来唱这条歌都非常有感觉。像月光夜流汤这个字，你有法度伫你的记忆内底甲敲出来，甲写落去歌词内底。词是上歹去琢磨的，想很久，你记忆若想不出来，后边就咱全部要改，对不对？啊。迄阵的资源嘛较少啦，对不对？袂像今嘛呢，电脑拍几拍一字就全部的字拢走出来，啊，但是嘛爱下才会使啊，对不？下才会使。啊，我就是若写袂出来，就是稍微喝一下，才会天马行空，开始规张纸都乱做嘛。写，第二天再来看，这字会使哦，
这句会使哦，然后才把它串起来，然后再修改，再修改。当然，咱是写歌的时阵，就是我写歌有一个习惯，就是词曲当齐，我袂讲曲先或者词先，会一起，因为我这样搭配，有时候旋律这个音要给它管哦，必须跟旋律搭配在一起。我有一本家己写一本册啦吼，我讲我的葵花宝典，可比讲一，我就甲全部的一的4个发音韵脚啊，写出来，吼啊，写出来，然后有当想无的时阵就摕出我的，有当临时嘛想袂起来啦，摕我的葵花宝典出来看，内底有字刚刚都可以搭得到，意思也一样，刚好可以用。啊，这就是讲。会使甲后边讲，就是讲，其实写台语歌是无难啦，无难。但是呢，你必须爱去听台语歌，这是上重要。不管老歌、新歌、什么歌，你都爱听，因为你旋律多了之后吼，你歌自然写快，过来词，这词是上难的哦。你还去看以前咱的前辈写的歌，人是哪用这，有无？当都雅舞，你看红雾碧，这个意境都非常的写出来，就是有迄个感觉。我嘛常常咧批评讲，研究台语歌无困难，结果恁这学者苦命啊，做咧研究台语歌，家己拢无咧听台语歌啦。对，这是重点，这个是重点，因为爱听，一定爱听这个。你写歌吼，迄当中我胜过乐团嘛，迄种听西洋歌，西洋歌曲它有很多美丽的旋律。那个旋律就是讲，会使用台语歌来底，歌传统的物件顾掉，再加上什么一些美好的旋律，加入很多不一样的元素。你就今嘛咱的节奏一讲，咱来讲啦讲以前咱写歌，节奏敢若紧慢尔嘛，以前有节奏较少，伦巴啦、恰恰、酒吧各种节奏的歌曲，但是有多的元素之后，哇，你来。用料对，这条歌马上就谱起来，非常丰富。孤孤单单踮在路边，心情稀微，不知要倒去。是无人无声的暗暝，无心无情，袂哭无声，我只需要人叫你名。不管天边海角痛苦，也着行。你予我希望，阮用心疼痛，如今无半项。是啥物原因，用心来将阮欺骗？往事的旧纸，甲约束的心肝，你怎样勇勇来顶山？敢会知影？伤心人永远做伤心的梦，归去来甲你予茫茫，搁爱落也无彩工。你伤阮，你伤阮有够重。孤单单踮在路边，心情虚微，不知要倒去。四边无人无声的暗暝，无心
无食袂哭无声，我日思夜梦叫你的名。不管天边海角痛苦也着行。你予我希望，阮用心听重，如今无半项。是啥物原因，用心来将阮欺骗？当时的手纸，约束的心肝，你怎样雄雄来听线？我爱你的心，你敢会知影？伤心人永远做伤心的梦。我爱你的心，你敢会知影？伤心人永远做伤心的梦。甲你雨茫茫，搁爱落嘛无彩工。你伤阮，你伤阮有够重。看到朱丽芬老师的大名，定定拢是伫咧足条件的情形内底。是安怎样？安尼先讲，因为我有一摆接到一块 CD 是秀卿姐也唱的，排伫第7条的歌，我放落去听，一曲过一曲，听到迄条，听到第4句的歌词，哇！我规个人安尼感觉会起畏寒，哪会歌词安尼生写？结果我看歌谱内底写作词作曲朱丽芬老师。老师，迄条歌做写互阿母的批。对。歌词写讲，你迄个所在无电话，无住址，无门牌号码。咱知影，就是阿母离开去啊，咱才会要写批，互伊无地寄感谢。是。迄条当时是寄互唱片公司的时阵，唱片公司马上打电话互我，伊讲老师。我你就是讲奇怪，阿母毋是住喺隔壁，搁咱家先也无电话、无住址、无门牌号码，后他自己也吓一跳。哦，原来开始，因为阿母走啊。阿姨的所在，甲我阿母同款，我是走，所以伊伫天国，伊所在嘛是无电话、无住址、无门牌号码，写有阿母的批，咱会使囥喺咱的土地，使用的时阵才摕出来看一下。然后呢，秀清看了这条歌，以后一定要爱这条。然后他打电话来也是哭着，因为因母亲嘛是独照呢。他还说，迄天写了这条歌，他说在他的客厅看到他母亲，这样一个微笑。然后呢？本来兄弟姐妹的感情，嘛毋是讲介好，那因为这条歌，大家感情变好去。我讲哇，这条歌真伟大，所以写歌不但会感动咱家己啦，嘛会感动大家，因为
尤其台语歌迄个亲情的物件吼，有敢若写起来是比爱情、比友情吼，更容易穿透人的心啦。这条歌吼，歌是无做卡啦，但是我有甲新民公司讲，足多人改这条歌，伊讲考虑讲哦，重新要做一个卡啦，大家使传唱吼，唱会到。希望在母亲节的时候，大家拢来唱这条歌，加有阿母会陪。你家己迄个过程去写出来，我相信嘛是刻伫咧心肝内，迄种的艰苦甲毋甘，搁较久咱想起来，目眶都会答。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你参咧蒙乐团、蒙乐器的时阵，因是甲你鼓励，还是讲原来加减的甲你斗？啊，这个过程哦，讲起来，因为迄当父母亲哦，拢伫教育界，那教育界对囡仔拢特别严，尤其阮爸爸，阮爸爸，主持人就来台湾嘛哈，咱讲的外孙，我外省第二代，人讲啊，你外省囡仔哪会晓写台语歌？啊，就迄当阵甲阿嬷甲同齐大啦，所以台语歌讲台语，对咱脑海中已经是根深蒂固。现在讲，会使拢讲甲足顺的。然后迄当阵咧学音乐的时阵，就是讲囡仔的时阵，跟他哼哼唱唱尔，对音乐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啊，主持人甲小妹啊去学钢琴，学钢琴。啊，就陪小妹啊，迄当住喺庄卡嘛，拢爱坐公车去宜兰市找老师傅。我就遮坐，我就想讲，哪会紧的时间过哦？今日大大的，我要等下去耍来着，嘛袂讲去转去嘛，转一声哆来咪个字一个，袂咧，敢若是想要耍尔。啊，虽然是喜欢，也要唱，哼哼唱唱，一直到国中的时候，开始有电视了嘛，哦。就是对音乐这个东西就产生比较能够爱唱歌的人对这个旋律都特别敏感，开始听流行歌嘛，刘文正啊，那个凤飞飞啊，高凌风啊，还有当中的台语歌是较少啦，因当中毕竟是那个年代是这样子，然后到开始接触乐器这个东西是我专科的时阵。在台北来的学生较济，因拢会晓弹吉他啥，才开始注意到，哇，这吉他怎么这么好听？啊，佮歹势共问，看，弹了，很有兴趣看，看伊安那字，佮歹势共问，我就转来往个厚纸板做一个吉他，长啊，咧顶悬6条线，然后看伊安那字。教伊手安尼字法啊，第一个镜头是到位啊，第二镜头字，这个咪讲啊，同学啊，这个安那就是怎么说？这个叫C和弦呐，这C和弦头记的画啊，你 A 麦啊，开始学安尼，转去就安尼厚纸板安尼，搿个咧撇，有一天伊弹吉他讲，可不借我弹一下，好，摕来，自然就会晓摕落。配的但是那个来回物件还没那么准确，但是基本上那个和弦都会晓字啊，是安尼来的。我当时学吉他是安尼来的，甲妈妈头一支吉他买我的时阵，已经是专科2年级的时阵，伊就看我有兴趣啦，爸爸一直无赞成啦，爸爸一直讲，哎呀，读册就好啊，有什么吉他，我弹这乐器就加美，分一小喇叭嘛加美。当我是军乐队等下拢摕喇叭转来弹，伊伫爱安那，伊无伫的时阵才甲分，安尼，一直阻止我去从事音乐这件事情。我这样想起来，当这时你的培养我也许今天会有不一样的发展。我们当时学音乐是很坎坷的，你偷摸呢等爸爸困了，逃走出来去组乐团安尼啊。不过想起来是非常甜蜜，而且温馨，而且值得，我觉得值得。迄种对台语歌完全是没有概念，我要唱是啥？在阿嬷的口中
听来嘛。所以我记得我写过一首歌叫《阿嬷的歌》，哦，是那个江蕙怡，那个金曲奖那个江蕙怡，她唱过。她在华特的时候出过一张叫《阿嬷的歌》，啊，内底我嘛写到，伊当拢是第二代嘛，拢阿嬷带，跟她真的相依为命。我就一句讲，我唱歌给你听，哦。以前拢是阿嬷唱歌给我听，讲有一天虽然阿嬷嘛是走起来，讲这有情绪就会上来。甲会安尼吼去行去田花啦、万花啦、撩水啦，吼，就是伊行在头前，我行在后边，就行田花、饲鸡啊，农村生活，我觉得想起来非常非常美。你怎么讲不出来？讲互听啊，讲会吗？会吗？我怎么讲互囝听？我讲以前的年代是安怎？他想象不出来，因为他没有经过，我觉得很可惜。咱知影讲，你对囡仔的爱，对囡仔的注重，相信你的囡仔虽然唔捌经过过去迄款生活，但是得到迄个爱，同款，亲像阿嬷互你的爱同款是。太阳阵阵海波浪，金色的沙漠，天边彩云清凉的海风，可爱的笑容，送阮心爱的一蕊小野花，快乐歌声，绵绵的情。做伙，今生也有来世。爱情的路脚步同齐，坎坷阮共陪。在我心坎里，亲像乌蝶飞，才是人生幸福也美丽。太阳阵阵海波浪，金色的沙漠，天边彩云清凉的海风，可爱的笑容，送阮心爱的一蕊小野花，快乐歌声，绵绵的情。做伙，今生也有来世。爱情的路脚步同齐，坎坷阮共陪。在我心坎里，亲像乌蝶飞，才是人生幸福也美丽。做伙，今生也有来世。爱情脚步同齐，坎坷阮共陪。在我心坎里，亲像乌蝶飞，才是人生幸福也美丽。才是人生幸福也美丽。
彩色的人生，幸福也美丽。你拄开始敢有哪有写着花旗歌？我拄开始就是写国语。我会记我写我们以前那个年代的玉女红歌星江玲。那有可能，老师足早进前啊！对，他一上摆是张淡淡的离愁，我拄赴着迄张。迄阵我拄对马祖义工队，嘛甲林东松同一队嘛，迄阵林东松都困我隔壁。我两个非常好，比我较早听哦。然后我拢有伫那个食饭的时间哦，我就摕一支吉他去电馆啊弹弹唱唱嘛，所以手边上累积了一些东西了，但是拢无卖。后来是有一个民歌手叫周秉俊，民歌手大学城的歌手，跟我伫唱，老师，你这首歌很棒，要不要丢？我说可以吗？我说丢丢看啊，我给他丢是迄当就是姚谦，制作人姚谦收的啦。我会记迄当阵一条歌收7000块，民国应该是30年前啊啦，足久啊。7000块对我讲是如获至宝，一定对我来讲是足多啊。就迄当阵它是卡带嘛，A 面 B 面，它是 B 面的第二首歌。一在的卡带1、2首歌都是主打了，一条歌叫做《伤心的歌》，江林唱伤心的歌，国语的。写台语歌也是一个因缘际会了。我一个车祸，就你休困的时阵啊，迄足久，迄阵我咧唱民歌嘛，车祸就无法度唱，我讲不如我来写台语歌好了，嘛是脚袂振动啊，就抱吉他伫眠床顶安尼猛弹猛嗨猛写安尼用卡带录起来安尼，录起，嘛是藏着一条差不多7、8条歌。有一天迄当阵，跟那是10几年前，林东松来宜兰找我，讲着歌的代志，伊就讲，你也毋是有歌，要不丢丢看？我讲好啊，我就7条拢互伊。刚好是用在施文彬得金曲奖那张专辑里面，我的歌用了6首，我个人写了6条了，有2条是我跟林东松合作的歌，殊不知他就得了金曲奖最佳专辑还有最佳男歌手嘛，对，哇，开始信心大作，开始大量写台语歌，越写呢，越发现台语歌的美。国语歌找袂到的，咱现在讲一就好，尤其它的发音，台语歌合甲开就好，合甲开，合它一定闭嘴，开嘴一直开，国语不会合开，它都是开的，台语歌就有那个合，就是袂使开，开你就无得合，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台语歌是有闭口音跟那个什么开口音，而且我给你插一个话啊，A 甲跨，对，嘛同款的A 足 A， 咱吹的足 A， 对，跨，你看那个非常贴切呢，对吧？尤其那个有骨音是吞入的，入声的。你看那国语找不到，你都唱台语歌尤其他在后面那个韵脚。一定下韵嘛，跟咱那头7言绝句啊、5言绝句同款，后面有那个韵脚，台语歌非常对接。国语歌还好，它可以轻轻的凹过去就好了。但是台语要加足深的呢，加深的。你从夜来香来讲，夜来香，你的夜来，它是边仔起的，香一定要边仔起的。你香开的声是无好听，人讲你唱歌足有韵味。迄个韵味就是咱所谓讲的韵脚，那个押，迄个音来嘛。所以台语歌写台语歌的人啊，都是一定要注意
方方面面的啊，顾虑到的比国语歌较济。啊，头拄仔咱咧讲啊，毋是干那词尔，老师伫咧刻，原来一直咧试验，一直要加强讲较早较无的节奏，较早较无的旋律，较早较无的配法，要将台语歌加淡薄仔新味落去发挥对无？我年代讲的是 disco，对，你讲像你讲 Biggie 啦、Rod Stewart 啦，这吼，咱都听这歌。迄个年代啦，学生之音，敢若都欠钱呢，1块2块欠30块，去这边人买一个冠军歌选，啊，佫无啥，无刻薄，佫去人招同学招来啃，啊，佫唔敢放，等阮爸爸去上班才来放，有无？啊，一地安尼，哇，然后听到这条歌已经是一直跳针啊，啃5块，第跳针只，佫跳啃10块，甲缀着安尼，迄个年代是安尼。一条歌听到安尼，唱片写到无法度叮当，有那个魔力哈。我想啊，台语歌嘛，使尝试下不同的曲风啊，不管是讲迄个 disco， 还是讲迄个 reggae 雷鬼，哈，还是讲布鲁斯，还是讲迄个扭扭的，我就写有秀琴写一条叫做啊哥哥。啊，拄好唱片公司就讲，是因缘际会安那来的，是讲我本来有写好随意一条歌叫做《鹿港时代路》，哦，鹿港时代路嘛，吼。啊，秀琴，安尼我一定要找朱老师写一条紧的，爱讲敲电话，跟你礼拜，讲老师你今袂使来台南，我今麦去台南，讲你随来会使无？我讲你咪互我准备一下，我讲安尼好紧张哦。伊讲你随来啦，咱来讨论个是讲，咱来写2条金歌互我好无？我讲莫赶紧啦，我沉淀一下，我有想法才去，啊，拢无想法，咱两要讲啥？我就想了一个晚上，我就想一条 rock 的，个 rock， 啊，一条是阿哥哥的，因为看秀琴迄个，听伊的歌，甲个开口来唱阿哥哥味的迄个吼，应该是袂歹，所以我写一条阿哥哥。甲迄个坚强的路线，2条不同节奏的物件。为什么呢？咱从迄个小号迄条《望月想你》，是吧？小号敢若唱我做一条迄个非常轻松的节奏，美丽人生嘛是。美丽人生啦，啊，甲迄个秋夜秋，哦，拢有紧的旋律。其实不一定要写悲伤，讲一定要慢的啦。有些你就写快的东西，只要词带一点你想要表现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的，而且听起来你不会有违和感。好，违和感，比如讲悲伤，我等下写慢歌不一定。后来我是屡试不爽啊，就是讲写那个快的歌曲哈，几乎都会中，都会丢啊，所以我连今嘛今嘛从那个最近秀琴的一条，我是女王，我是女王。吼，啊，甲2月份迄个李红的《我的忧愁》，嘛是紧的歌，甲1月份迄个慧玲的《爱真正伟大》，拢紧的。咱写出来的歌，可能是干那一块demo，可能是干那一张谱、一张词，去到人遐最后录出来的味，也是讲歌手表现出来的形体、编曲形体。有当时我敢会讲，甲咱原来想的各有种差。有时候唱片公司的考量看的角度跟咱无同款对吧？因为我的写歌会把一些歌手当作你想要写的对象，要不然你没有方向去做也是确定讲我这条我要写紧歌、慢歌，一定要有一个方向，要落笔较紧除非讲你这歌手是咱家己制作的。这条歌咱家己制作，咱的方向要求的就会比较精准的，跟咱的歌较搭配。过来就是讲，有人制作人不是咱，就是这条歌，他没有那么注重的时候，有当现在就是要求的部分无像咱那么细致，对吧？这个所在咱应该是开口较低，还是讲，要有一个表情。我会记得，咱那个。甲秀清做一条坚强路线的时阵有一句我就甲秀清讲，这句你唱较罗马的，罗马就是讲你唱的比较什么洒狗血有无？
开口较清纯，佫较台味一撮，爱就教咧，好，马上就甲迄句安尼唱，对，就是唱较罗马的哇，哇，开口做较深的，本来伊唱轻轻啊，我讲即句啊较重一点，这是咱制作人要求的所在嘛，是吧？犹原是冷冷的暗暝，异乡的城市，一个人不知对倒去，徘徊街路边。千分宽经过日子，拄了想你，怎样来排解心内的虚味？心爱你敢知？你的名热恋的迄条歌，阮思思念念你温柔的形影。无色彩的生活，烧酒配孤单，流浪他乡忍受时间的折磨。月娘啊，请听惜阮心声，痴情男儿永远也袂变卦。无缘分做阵行，相无心惊兄，夜头望月想你。原是冷冷的暗暝，异乡的城市，一个人不知对倒去，徘徊街路边。千分宽经过日子，拄了想你，怎样来排解心内的虚味？心爱你敢知？你的名热恋的迄条歌，阮思思念念你温柔的形影。无色彩的生活，烧酒配孤单，流浪他乡忍受时间的折磨。月娘啊，请听惜阮心声，痴情男儿永远也袂变卦。无缘分做阵行，相无心惊兄，夜头望月想你。你的名热恋的迄条歌，阮思思念念你温柔的形影。无色彩的生活，烧酒配孤单。流浪他乡，忍受时间的折磨。月娘啊，请听惜阮心声，痴情男儿永远也袂变卦。无缘分做阵行，相无心惊兄，夜头望月。无定好朋友，时常听到秀卿子啊，听到小好兄，听到真侪真拍拼的歌手咧唱朱丽芬老师的歌。毋过你甲国情可能拢无去注意到，朱丽芬老师原来有足侪人不时也有请伊的乐团伫咧电台。
所以我知影讲，毋是干那伫咧宜兰尔，佮包含甚至有一站，你原来去到中国泉州迄边，原来有表演。啊，你遮尔侪登台的机会，你伫台顶，敢会原来加减唱家己的作品？啊，当然诶，当然要普及家己技术啊嘛吼，尤其去咱泉州遐拢是讲台语较济嘛吼。我即摆是共款一个度假村咧唱吼，每个拜六啊，他没有规定说你要唱什么歌，就是啊，我尽量讲我的歌就唱。我会记哩，有另外一间饭店，顶年过年，伊头家足趣味，伊讲老师，国语歌袂使唱，英语歌袂使唱，跟他唱台语歌尔。哇，太好啊！太好了，对，我逐工我来唱，我家己作品就好啊。半点钟我拢一直推，一写作品。啊，当然有人毋捌听过，拢会讲啊，老师这条歌什么歌？我拢介绍讲，这条歌是我几年写的，哦，啊歌词是啥吼？啊，你使上网查，哦，利用这个机会来介绍，啊，甲好朋友来分享咱的作品。啊，当然看阮场所啦。啊，一阵仔拢是唱迄个乐团，啊，乐团就是讲唱西洋歌较济。啊，当然在唱西洋歌的当中吼，嘛会插一寡台语歌伫内底，吼。啊，定来就是咱伍佰老师的歌嘛，伊的物件较 rock 的物件。啊，但是伊嘛有台语歌啊，是毋是？伊嘛有台语歌啊，所以讲，既然安尼，我就唱我家己台语歌劲歌就好啊，是毋是？啊，所以我一阵仔伫台中遐表演的时阵，嘛是拢唱我家己歌，啊介绍家己物件，安尼。有影唱一条歌无拍谱啊，毋知是我唱歹听，还是安怎，还是拢无对我真拍拼在唱，啊结果你拢无谱的声，因为有时候嘛台湾人有当较含蓄嘛有啦，甲嘴舌掌声鼓励，啊谱声真大声，有当爱吐的，爱用吐的，这是有影咱登台久啊吼。第一个，你登台啊，家己当作唱啊，你爱家己，你爱人几步，人才会甲你有互动。迄个年代啦，啊，今嘛来讲吼，大家都比较太主动，哦，要听什么歌，要点什么歌都很主动。只要唱到他的歌，他就跟你马上有互动。啊，我们就是要这个观众的互动跟一些掌声，对他的鼓励，哦，跟支持。我唱民歌，像你宜兰吼，唱，我记我转山的时阵就开始唱，唱要唱20几年有，哦，然后刚好那个时机嘛袂歹啦，从一场150块，哦，一直唱到一场1000块，哦，这经过差不多20几年，哦，嘛看过，其实那个过程就是。台湾的一个音乐的发展的一个过程是一样的。其实有时候不要忽略说，一张专辑吼，遐个无拍的歌，其实有很多好的作品哦，点都是底下无拍的歌吼。其实各位观众去细细品味一张专辑吼，除了主打的歌，你可以听无拍的歌，其实有不同的感受。还有一项就是讲，你对家庭真注重，敢是这个原因？你哋拢无搬离开宜兰，拢一直踮宜兰遮，伫咧定根。我真介宜兰，不管人讲好山好水，这莫讲，正经是好山好水。那么讲好无聊，其实袂无聊啦。看你哪去生活啦，对吧？你其实规工坐喺厝，你嘛袂感觉无聊。啊，看看风，看看云，看看山，看看水。行出去就有啊嘛，所以讲，但是因为即摆就是讲雪水方便了后，在交通方面是较拥挤时阵，袂像以前那么放松。啊，但是我细汉就是这个庄脚所在大汉的，对遐个记忆是非常深。我做这歌景吼，拢伫迄个取景拢伫遐来。啊，我写歌有一个习惯都会。带一些四季的那个变化伫内底，比如讲从风啊、雨啊，这写入去内底，我要表现的物件。然后我住迄个所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村庄，啊，迄当阵就是甲阿嬷共同齐生活嘛，所以连我即马拢会去
登去迄个所在，哦，看看啊，去行过我以前行过的所在，啊，怀念讲甲阿嬷，甲遮个厝边间的隔壁囡仔，同齐遮佚佗游戏，去国小，哦，去回想老师甲咱教的物件，啊，骑脚踏车都是，然后在路上我就开始哼旋律，哼旋律的时阵，想到这个旋律较水的时阵，我就手机啊摕起来，紧个录起来，无你搁骑100公尺就袂记哩啊。哦，除非你离点到厝的，反正你去买一个7-Eleven买一个物件，啉一杯咖啡，那个好的东西就忘记。啊，我有习惯就是，不管你塞车，还是你骑脚车，那都会浮现很多美好的旋律，先录起来讲，录起来，然后听。有当下那个录起来是最美好的旋律，咱才来搁往下来走嘛。我的习惯是安尼。以前父母互咱教的就是讲家庭非常重要，对这个礼貌啊、家庭非常重要，所以咱自细汉都已经根深蒂固的那种观念，就是第一个家，一定爱活好啊。那我个人是有2段婚姻的，哦，但是呢，我囡仔拢，即马大家拢是啊做代志啊啥，所以拢真放心啦，对。那感情生活当然不用说啊，其实感情生活一定是创作的泉源嘛。你不经过迄个一段吼，有当你写袂出来迄个物件，敢若像讲酒落后，迄个感觉。你无啉酒，你哪知酒落后的感觉？有当你是听人讲的，但是你喝过，那个苦涩加很多问号，一寡物件是，你无啉过酒，吐过的人吼。写不出来的物件，亲情、友情、感情拢是同款。你必须有很好的那种家己的专注力，意志力很重要。无你是卖花给，那么看过作者艺人或者是写歌的，他感情生活或者怎么样，不一定是那么美好。但是我一庆幸说，我一直有美好的家庭。啊，美好的感情生活，经过那段美好的感情生活，然后父母亲给我们很好的教育，哦，佮听过阿嬷成为台语歌，根深蒂固在我们脑海中。唔再写出来，好，希望我写较好的物件哦，哦，观众朋友，大家来欣赏。你即马嘛，搁伫咧创作未来台语歌。20年、30年了后，因咧回想的上精华的作品，所以阮继续期待。我嘛邀请老师伫咱心所的歌镜头前，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印一个给阮久长流连的手艺。好，谢谢。老师，请坐。老师，请坐，谢谢。来，老师来。好，谢谢。朱老师到目前还搁伫第一线，一直咧发表新歌。伊嘛到目前还搁伫足侪所在登台演唱，所以你伫生活中斟酌来注意，无听到不管时拢会去发觉到朱老师、朱丽芬老师，伊真潇洒、真感动人的歌声甲形影。老师，多谢你来开讲，谢谢，多谢。心上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谢谢。老师，我真请杯，不是。